华视新闻的记者伫咧地动的第一线有第一手的报道，来看内政部长林佑昌讲，即摆救灾的重点是台鲁高台北线175公里后的第一名隧道，已经救出到6个人，目前还有28个人。继续是记者傲天伫咧现场第一手的报道。 是主播各位观众，马上带您关心花莲强震第2天的状况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在地震过后，在花莲的太鲁阁这边，原本是有不少的民众都出现了受困的现象。那么其中呢，在台八线这边，就是有非常多的民众都是受困，昨天都是失联的状态。那在我旁边这一位呢，他是精英安全部的经理，刚刚他才抵达我们现在这个太鲁阁的救灾指挥中心。那可以马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时的状况吗？尤其是您刚才说在梳理的过程当中，都还是不断有落石，对不对？是的。 好的，昨天我们在上班途中，途经到，因为那个时候看是175.2，就是秀湖隧道的民隧道前，我们收到了这个地震警报，然后我们说哇，警报响了，大家每个都带手机，警报响了。后来就看到对面，那就落石以后，我叫司机快开，我们车要开进去那个民隧道的时候，就一颗大石头砸下来。 砸到我们的车顶，然后让我们的车也翘起来往前开。开了以后，我们到那个安全位置，我们先下车，我们去了解状况，看到石头还在里面，但是我们有一位同仁不幸他的一颗石头打到他的双脚，双脚断裂，那骨折是应该说骨折，他的位置是在最后面，最后面有2位车子最后面有2位，左边的那个小女孩没事，那个石头是靠她比较近，右边的那个是骨折。那我们下来以后，因为我们进屋未定，而且那时候还一直落石，外面的状况就是什么都是灰沙，都是灰尘，然后没有不能说举手不见五指，但是外面这是蒙蒙的一片都是蒙蒙一片。那我们就先安置下来，我们先。 让我们同仁下车，车门打不开，我们从司机门下来，到靠民隧道的山壁，通通窝在那边等待。石头还在落，我们又很担心我们后面那一台车，因为我们的车是车队过去，我们知道我们后面还有一台车。等到那个后来应该是过了10分钟，10分钟以后烟雾渐消，我看到我们的车在后面白色的嘛，然后车顶是好的，在那边。 它的周边没有落石，我们觉得蛮放心的。然后里面有一位同事过来，我说把车开过来。后来我们就在没有落石状况之下把车开过来，真的是千钧一发呀！谢谢经理。而且其实经理，我们往这边走就可以看到您的家人。其实刚刚我们也访问了这位经理他的太太，他说昨天一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因为真的会非常担心自己的先生。这位在我旁边这位蓝色衣服的，就是这位经理的太太。那现在2位终于重逢了，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情，因为昨天一整个晚上应该真的是非常忐忑不安吧？对啊，所以现在很高兴啊。他看到他没事，我们就很高兴的啦。对啊。 其实我相信我们家人跟公司的长官一定会担心，但是我们想联络都联络不到。其实我第一时间都已经准备了，我连简讯要发都发不出去。那边本来有工程队要用无线电，他说无线电也没有信号，所以这样子我们是很无奈，很庆幸啊，很庆幸是说我们的刚好那个位置，我们驶到那个民隧道里面都是干谷。 虽然听了这是惊心动魄的落石声音了，但是很庆幸我们到达那个安全的位置。感谢主，也感谢上帝给我们那个坚固的堡垒。我相信民众都有上帝的保守。真的是非常庆幸。其实像是陈经理他们这样子，就是这2天受困在花莲这个隧道里面的民众，大概就是有35位。不过呢，目前已经陆陆续续，就像您看到的，陆陆续续的撤离到这个救灾中心。那稍早的内政部长林右昌他也来到了现场，他预计说今天大概在这个隧道发现了35位精英的员工，今天之内都有办法平安的进行撤离。那关于后续的最新情况，我们都将随时的为您掌握。以上是目前的最新消息，先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